即摆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1月27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5篇，撒迦利亚书第14章第1节到第9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节到18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重见天日。中共武汉的肺炎的疫情起起落落，疫情的报道也有真真假假。无论中国疫情控制是真是假，即个检疫也是讲检查出来着病人人数有偌济，有真大影响。但是事实上，譬如讲检查的即个药剂准确性也有问题，数字会通做一个参考值尔定。较重要的是讲，对国人来讲，遮个数字对咱来讲毋是上重要的代志。防疫上重要的，也是爱依靠咱家己做真好的防疫措施。疫情的扩散对咱来讲，即个扩散的情形，对咱来讲好若亲像咱所面对的即个世界，也是讲咱的人生来惹一个乌云大条咧。到底什么时阵会通解除警戒？即个禁令，亲像看起来是真遥远啦无法度到。伫最近呢，有美国药厂开始，也是讲陆续宣布讲，因会当开始生产即个防疫力都真悬的疫苗准备要大量来生产的中间。台湾的即个卫生福利部也国外药厂订1000万剂的即个疫苗，对伫防疫来讲，会通讲是伫迄个乌云暗雾的中间看到一个日光安尼啦大家拢真期待即个疫苗的发明生产，会通对即个武汉的肺炎的即个疫情带来一个新的力量甲愿望。大家拢期待着即个疫苗会当互现代人，特别是疫情较严即个困难的即个地区来重见光明。咱现代人已经陷入伫即个疫情不明的即个现状，会通讲咱会对即个经验会通体会迄阵被掠的即个以色列人共款的感受，受困住。失去自由，看袂到将来，生命失去迄个光明。这伫信心的顶悬，咱之前有讲过有一个人去互拍倒，活伫即个惊吓的中间，有的人失去信心，有的人才着抢购物件，毋茫来互家己会通安心。有人选择控告政府，因感觉讲政府做无好势的管制，互因失去即个生活的自由甲工作的机会。有的人规气关伫厝里，安尼足惊讲一出去就去互染着安尼牧师伫前几工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中间，也有提到，讲咱需要谨慎警醒，但是做好个人的防疫的措施是较重要的。咱无需要惊吓来慌乱。好像亲像希伯来书11章所讲的迄个信心共款，伫看袂到的时，咱犹原爱存着咱的愿望所以咱爱有迄个信心啦虽然咱看起来安尼头前的路安尼无明，什么时阵会当解脱毋知影。亲像一个福音诗歌的作者盛小梅一首诗歌讲恩典到夜莺啦伊的歌词内底伊安尼讲伊的听毋捌离开，举头起来你会去发现，伫迄乌云的后壁还阁有蓝天。来开你的手来迎接每一天。
伊的稳定一定够也用，这是伊的歌词第一节一部分啦，是啊，咱知影伫个乌云的顶头，阁有蓝色的天。上帝其实毋捌离开，亲像即个日头甲蓝天共款，伊袂捌改变，改变的只不过是咱的环境。咱掠做即个乌云是永久的，咱看袂到蓝色的天甲日头光。以色列人受掠失去自由，其实是原因是因为因离开上帝的道理。所以，因需要面对家己所咧追求即种自由所带来的后果，敢若现代人嘛共款啦吼。伫即个咱咧讲真困难的即个中间，因恳求上帝，上帝当然嘛照着伊的应允来有言要赏赐迄个拯救。伊伫黑暗中间，即以色列人期待着有一天会当重见光明。重见光明的条件是讲方式。到底是啥物诶？其实当然是爱倚靠上帝恩典啦，上帝救恩才会当临到安尼吼。但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的批信安尼甲咱讲煞尾兄弟姊妹，你已经对我学着怎样活伫互上帝所欢喜的生活。其实恁一向拢安尼做，但是现在咱着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阮来苦劝恁，着怎样搁较努力？意思讲因也无够啦吼。你拢知影咱借着耶稣基督所教示恁的是啥物货？上帝的旨意是要爱恁圣洁，绝对无淫乱的事。每一个人拢爱知影，照圣经做合宜的方式来控制家己的身体。毋是凭着情欲，搁较毋是亲像遐毋捌上帝教导共款。所以爱过一个圣洁、互上帝欢喜的生活，是得着福气一个不变的道理。规个开始，上帝就一再来甲即个以色列人讲，像所罗门还是啥物人拢讲，恁若遵守我的律法，恁的后代若遵守我的律法，来照上帝的道理来行吼。是啦，上帝将来毋捌离开咱，亲像迄个乌云顶悬的蓝天，敢若云顶悬的日头共款，将来毋捌消失过。消失的是咱的眼目，因为咱无看基督的即个生命。咱回头，咱离开上帝，咱要重见天日，上直接的，就是讲咱的眼目爱滑倒转来看上帝，来仰望伊。来倚靠伊，安尼咱就会当搁一摆看见上帝的光。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1月2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5篇，撒迦利亚书第14章第1节到第9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到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重见天日。2020年中共武汉的肺炎的疫情起起落落疫情的报道也有真真假假。无论中国疫情的控制是真是假，或是说检疫的人数多寡，其实也有极大的影响，或是说检查的试剂准确度也有影响。那因此我们知道这个数字只不过可以当做一个参考值。对于个人而言，防疫最重要的还是要依靠自己的防疫措施。疫情的扩散对我们而言，就好像是我们的生活上面蒙上了一层黑雾。那什么时候可以解除云散烟消那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这个禁令什么时候可以解除，看起来好像是遥遥无期。近日来，从美国的这个药品公司开始，有陆陆续续有好几家药厂都宣布了，他们可以生产这个防疫力极高的这个疫苗，准备大量生产当中。
台湾的卫福部也在这几天跟国外的药厂签约订购了1000万剂的这个疫苗。对于防疫这件事情而言，也可以是说在黑雾之中看见了一片的曙光。大家似乎都期待这个疫苗的发明、生产，可以为武汉肺炎的疫情或是防疫带来一股新的力量与盼望。大家都期待的这个疫苗可以让现代的人，特别是我们面对这个疫情很严峻的这个样地区来讲，他们可以重见光明。这个重见光明是恢复所谓的正常的生活那么现代人陷入在这个疫情不明的现状，其实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体会当时候被掳的以色列人的一样的感受。我们被病毒给掳了被俘虏啦，失去自由啦，看不见将来啦，生命失去了方向跟光明啦。在信心上，有些人都被打倒了，有些人在惊恐的当中，有些人真的是失去了信心，有些人借着抢购物品来其实让自己能够有安心的感觉。有人选择控告政府，他们说政府不应该做这种任何的限制，使人民失去自由，然后让他们失去工作的机会。有些人就干脆跟在家里面，他们生怕这个一出门就马上会被感染。牧师前几天跟大家分享的，虽然我们需要谨慎警醒，做好个人防疫的措施，但是我们不需要惊恐慌乱。如同希伯来书第11章所说的信心一样，在看不到的时候，我们仍然有盼望。一位这个福音诗歌的作者盛小梅，他的一首诗歌的恩典够用歌词当中有一段这样的话，他说：他的爱不曾离开，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乌云背后还是有蓝天。张开手迎向每一天，他的恩典一定够用。是的，乌云的后面还是有蓝天。那上帝呢，就跟蓝天一样，跟太阳一样，他未曾离开过，未曾改变，只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改变了就像那个云来了我们以为只有乌云这个乌云不会散，我们以为就是因为乌云来了就看不到蓝天跟阳光。以色列人之所以被掳失去自由，是因为他们已经先离开了上帝。当然现代人也是需要面对自己所追求的自由所带来的后果。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恳求上帝，那么上帝也照着他的应许预言要施下拯救，让在黑暗中的以色列人期待着有一天能够重见光明。重见光明的条件或是说方式是什么呢？当然我们都知道要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恩那才能够临到嘛那帖撒罗尼迦的前书保罗在书信上面这样来提醒基督徒，他说：末了，弟兄姐妹们，你们已经从我们学到了怎样生活在讨上帝喜欢的。其实你们一向都这样做，现在我奉主耶稣的名劝勉你们，要求你们必须更加努力。你们都知道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教导给你们的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绝对没有淫乱的事。每一个人要晓得依照圣洁合宜的方法控制自己的身体，而不是凭着情欲像不认识上帝的异教徒那样。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保罗教导这个
教会的信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要过着一个讨上帝喜欢的、按照这个上帝的旨意去行的一个生活品质，要过一个讨上帝喜欢的生活，其实这是蒙福不变的道理。旧约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再的看到上帝一再的告诫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律法，或说你们的后代若遵行我的律法，他就要赐福给他们。”是的，历史以来我们都看到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就好像那个蓝天还有云上的太阳一样，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就在那边。每一天黑暗，日出，即便是晚上，太阳也在另外那一边都没有离开过啊。既然上帝都没有消失，那为什么会乌云呢？人生为什么乌云呢？就是说，因为环境的改变，遮住了我们没有定睛看基督的生命。我们转头了，我们远离了。重见天日最直接的就是将我们的眼目重新定睛在上帝，看他，即便是有乌云，也要确信有蓝天，有太阳，我们要仰望他，依靠他。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重见上帝的光。